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求其煮嘅頻道啊！我諗大家睇標題咧都知我去咗邊間餐廳啦。近來呢間餐廳咧係比較多負面新聞，好多風風雨雨。嗱，個店名咧就叫鹽田家烤肉啊。其實之前咧我都同另外一位 YouTuber 咧嚟呢度探過店食過嘢嘅，咁覺得啲嘢食真係唔差嘅。咁而家咧呢度剩翻嘅老細咧，其中一位咧係同我有商業上嘅合作嘅。咁但係因為咧剩翻嗰隻老細佢冇自己媒體平台啊，唔似得我哋咁咧做 YouTuber 可以有自己嘅 channel 咧為自己發聲，佢哋冇。今次我除咗嚟探店試下佢哋啲食物水準保唔保持到之外咧，咁我會留翻少少時間俾現任嘅老闆咧現身說法，還原翻事實嘅真相。但係都唔會講得咁深入嘅，我哋唔想做到好似八卦新聞咁樣啊，只係會講幾個重點俾大家知道嘅啫。嗱，咁大家咧要留意啦。咁我唔知會唔會因為我呢條片咧會好快就被落架，又或者我會因為呢條片咧俾人封咗個 channel 啊。如果我俾人封個 channel 嘅話咧，咁我都會開翻個新 channel 嘅。到時記得嚟支持我。好，唔講咁多謝啦，我去落位先。上次我就冇影室內嘅情況俾大家睇啊。其實呢度咧係坐得幾舒服嘅，你見到啲卡位咧係好大嘅，坐6個人都冇問題嘅。另外呢邊咧係啲雙人嘅卡座，俾大家睇下佢個海鮮池先。呢啲羅氏蝦你見到啲 size 咧好巨型㗎，帶子啦，即開嘅生蠔啦。嗱，呢啲佢哋嘅鮮活鰻魚啊，好生猛好生猛。嗱，呢邊係調味料區啦，有青椒。呢啲係點燒烤嘅乾料啊，咁咧就係唔辣嘅呢個中辣特辣嘅乾料，有啲泡菜啦，呢啲應該係蘿蔔絲啦，有烤肉醬啦、烤肉汁、鰻魚汁、蒜片。嗱，呢個佢哋飲品櫃啦，主打都係啤酒為主喎。另外咧，收藏加打卡咧可以免費任食軟雪糕喎。今次呢條影片咧，第一部分咧，我就做翻正常嘅探店，試下佢啲食物水準如何。後半部會留少少時間俾而家現任嘅股東啦，講一啲佢哋不吐不快嘅嘢，俾大家睇下我叫咗咩嘢食先。我叫咗個和牛鰻魚海鮮雙人餐嘅，咁包括有生菜2份啦，鮮活蒜蓉粉絲帶子2隻啦，烤黑松露口蘑1份，口蘑意思即係蘑菇，金槍魚蟹子拌飯。土豆泥、調料泡菜、泡蘿蔔呢啲咧就自己出去調味料區攞噶啦。另外有厚切豬五花啦、炭烤鮮活鰻魚白塊，呢個係佢哋重點嚟噶，係現場咧係即湯即切嘅。黑松露板件就100克嘅，和牛三角肉100克，燒生蠔2隻。唔係講笑喎，呢度啲冷氣勁咗好多喎。如果怕凍嘅女士咧，可能要帶件薄風褸添。好，唔該晒，試下佢蘿蔔絲先。應該個味道同泡菜一樣啦，上次我冇試到，今次試到啦。個蘿蔔好爽脆啊，同埋咧佢醃得好入味啊，就唔係十分鹹嘅啫，偏向辣同埋酸嘅。試下個泡菜先，我個泡菜咧好爽脆喎，唔會腍謝謝喎。啊，個味道就同嗰個蘿蔔係一樣嘅，同埋有少少甜味喎呢個。我覺得泡菜好食過蘿蔔喎。係啊。嗱，呢個係個菊花炭啦，你唔好睇佢冇乜火喎，啲熱力勁到飛起㗎。我坐去距離2尺都 feel 到熱力啊！咁佢上面呢個咧係我嚟抽嗰啲油煙嘅，咁就唔會分到自己成陣油煙味噶啦。好，同觀眾飲杯先，唔知會唔會飲埋呢杯之後咧，下一次再同大家碰杯啦，又喺新頻道去碰杯啦。呢個係和牛三角肉啦，你見到啲雪花咧係分佈得好靚，好似啲大理石咁樣。有店員幫我哋輸咗食咧，我哋就可以專心咁食嘢同埋飲啤酒傾偈啦。唔使分心啊！你見到啲煙咧係會俾佢抽走晒嘅，唔會俾煙咧分到自己。我試一塊原味先，唔加生菜住，然後再試一塊包生菜嘅。試下個和牛三角肉先。哇，好多油脂啊，係咁滴啲牛油出嚟喎。我試原味先。呢個好濃肉味同埋好重油香呢個，成個口都係牛油味啊而家。但係佢嘅質感咧又唔係話好嫩滑一隻嘅，有少少焦頭。跟住咧，我試下包生菜嚟食啦。跟住加埋泡菜、蒜片、青紅椒，應該更加正啊！加上生菜包住咧，可以中和翻嗰啲油膩感咧，應該清新好多、爽好多喎。
你試下捲埋泡菜嚟食，好正好夾啊成件事。呢個嘅黑松露板件，肉眼睇咧肯定夠100克噶啦。同埋咧，我覺得咧今次咧嗰啲服務員咧係主動好多啊。咁見到我哋食完一輪啦，佢就會幫我哋燒第二輪噶啦。唔該晒。哇，聞落去好勁啊！黑松露味，試咗原味先。呢個牛肉味都好濃嘅，同埋肉汁好多嘅。頭先嗰個和牛太正啦，所以呢個有種比下去嘅感覺啊。和牛勝出㗎。但係如果你中意黑松露獨有嘅香味咧，又可以揀呢個嚟食嘅。哇，個泡菜咧百搭嘅喎。係啊。搭咗落去咧，咩都變好食咗嘅喎。強烈建議大家咧一定要食呢啲泡菜，因為佢唔會過鹹啊，少少微甜，酸酸地、辣辣地，好開胃。嗱，呢個土豆泥咧，上次食過，好好食㗎，好 creamy，好似食雪糕嗰種感覺嘅。一人一半啦。嗰個奶香好幼滑嘅感覺喎。佢嘅調味料做得好。呢個咧厚切豬五花，肥瘦相間咁，好靚仔喎。哇，哥哥仔好好手勢喎，燒到咧金黃色，啲油咧噼里啪啦，好靚仔喎，燒得。哇！同埋佢呢個抽風都幾勁。係啊。你睇下佢燒出嚟嗰啲五花肉咧，好似燒肉咁靚，乜都唔點，試下個原味先。哇！係啊。好甘香，佢面頭脆脆地啦，咁佢將啲油咧逼咗出嚟啊，好重油香，好甘香，好似食好靚嘅燒腩仔咁，但係少一陣脆皮嘅啫，就係五花肉加泡菜一齊食，應該仲正。又唔係喎。乜都唔得，就咁淨食係最好食。呢個蒜蓉燒生蠔，俾你睇下個 size， 唔細隻㗎。俾大家睇下隻蠔，好肥好大隻喎，一啖一定食唔晒嘅。好肥好多膏。我不嬲都好中意食螺絲蝦㗎，咁見佢咁大隻，忍唔住咧追加咗2隻螺絲蝦，試下個螺絲蝦先。啲螺絲蝦新鮮喺個魚池撈出嚟咧，一定唔會差噶啦，一定爽彈鮮甜。係扎扎跳點會差啫？係咯，唔會差噶啦。同埋佢好多蝦膏，個蝦膏好香濃。嗱，呢個係金槍魚蟹子拌飯，哇，材料好豐富喎，睇落去好多材料喎。佢嘅醬汁咧微甜啦，同裏面一脆脆嘅蟹子好正。金槍魚咪即係吞拿魚咯，係吞拿魚嚟㗎。你試下呢個飯好食。因為有好多唔同質感嘅材料喺裏面，所以食落咧好有層次感。呢個咧就係佢哋口蘑啊，即係蘑菇。咁中間黑色嗰啲咧就係黑松露嚟嘅。你哋睇下咧，呢個口蘑咧燒完之後咧，裏面好多汁水嘅喎，所以你食嗰陣時要小心啲啊，辣嘴喎。呢個蘑菇好正，佢裏面啲湯咧好鮮甜啊，蘑菇湯咁嘅感覺啊，係啊，好正啊！菇咧本身係甜啊嘛，同埋加上黑松露嗰種獨有嘅香味咧，好正，會辣嘴你小心。呢個蒜蓉粉絲燒帶子啊，你就咁睇啲店員幫你燒呢個帶子咧，已經好有食慾咯。呢度佢幾細心喎，佢將個帶子咧係片到一片片好薄，一來快熟啲啦，二來你方便進食啊嘛。佢呢度啲蒜蓉醬真係好出色，個粉絲咧索晒嗰啲蒜蓉醬，同埋佢呢個蒜蓉醬係微辣嘅喎，好正。但翻嚟帶子咧，佢唔片薄咧，成個口親咬落去係有口感啲喎，係咯，都鮮甜嘅個帶子。最正係個裙邊位啊，個裙邊位有嚼頭啦，哇，越嚼越出味嗰感覺。加咗辣之後咧，我覺得佢呢個燒帶子嘅蒜蓉醬正過燒蠔嗰蒜蓉醬。我哋呢個2人餐咧包咗8塊鱔㗎，咁你見到好厚肉嘅喎。除咗鰻魚之外咧，佢跟咗咧係即磨嘅山葵啦、紫菜同埋紫蘇葉俾我哋嘅。而家店員咧即刻磨啲山葵出嚟咧，俾我哋愛嚟食燒鱔嗰時用嘅。我食咗咁多嘢咧，2個人都食到咧捧住個肚喎。你哋估下幾多錢？用美團團購價咧，只係需要268啫喎。哇，真係抵到不得了！啲鱔燒到一半嘅時候啦，咁店員咧就會加啲鰻魚汁。然後再繼續燒佢噶啦，哇！你睇下燒出嚟啲鱔幾靚，先試原味先。其實上次我嚟食過噶啦，我睇下佢嘅水準保唔保持到。我唔知佢係咪轉咗第2隻貨源啊？
我覺得今次嘅燒錢咧仲好食過上次，個皮咧係凍嘅又爽彈嘅喎，同個肉咧好有彈性。白線先有呢種效果㗎，黑線咧係腍滑㗎，白線先可以做到咁爽彈嘅。我試下加埋紫蘇葉啦，同埋新鮮嘅山葵咧嚟食，我唔客氣啊！我未試過食新鮮紫蘇葉㗎，通常食乾嗰啲嚟蒸蟹㗎嘛，係咪？哇！估唔到咧，原來新鮮紫蘇葉係咁香㗎喎，同埋個魚味好濃，油香好重。我試下捲塊紫菜嚟食先。紫蘇葉好食啲，因為本身佢個燒賣已經好濃味㗎啦嘛，好重油香㗎啦嘛，咁應該係夾翻啲清爽嘅嘢，例如紫蘇葉嘅，咁個效果會好啲嘅。我做一個小總結先，做完呢個小總結咧，我就會揾呢度其中一位股東同佢傾一陣偈。咁先講翻食物個水準先啦，我覺得係比起我上次食咧個水準再高咗少少添，尤其是個燒錢品質咧係仲正過上次，同埋個價錢咧268咧咁多嘢食啦，兩個人食咧真係食完真係捧住個肚。另外啲服務員咧係換咗新一批嘅，我覺得係個反應快過之前嗰啲啊，好似佢見到頭先我個碟好污糟好多蒜蓉咁樣啦，即刻攞個新碟俾我用啊，咁變咗我食燒錢咧唔會有掂翻嗰啲蒜蓉醬啊嘛，影響咗味道啊嘛，呢樣係好好嘅。係應該哥哥仔咧燒嘢技術好好，你哋燒嗰五花肉咧燒得係好焦香好金黃，嘢食就講完啦。跟住嚟緊我俾少少時間呢度嘅股東，睇下佢心裏面有啲咩嘢係不吐不快嘅，咁可以講一講俾大家聽啦，千祈唔好走開。好啦，呢位咧就係呢間餐廳嘅老細啦。點解佢會出現喺我視頻裏面咧？因為佢本身佢唔係一個博主，佢冇 YouTube、冇小紅書、冇抖音，佢都冇辦法為自己發聲。咁今次咧就藉住我嚟探店呢個機會咧，咁可以同觀眾傾幾句，等大家咧對整件事了解多啲，唔使一面倒啦，係俾嗰啲負面新聞咧影響到佢哋公司嘅。好，同觀眾飲杯先，我哋。OK。飲杯。謝謝。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啦，傳聞咁係嗰位 YouTuber 啦，係蝕咗70萬嘅，係咪真係有咁嘅事？完全是沒有的。對，因為這個店呢，我們是轉過來，去年12月份轉過來的時候呢，應該是差不多40萬左右吧，不到40萬吧。OK，佢自己本身佢攞到幾多錢出？這個事實David是這個大股東，他應該是拿了有20多萬吧。上個月的時候呢，突然說不做了。如果不做了之後呢，大家可能沒有一個工作了，明白，失業了真係。對，失業了。第二個呢，還要這個，因為和商場簽完合同之後呢，沒有到期，還會面臨着高額的這個賠償。違約金。經過了大概有個半個月左右的思考吧，因為站在我的角度，如果能夠繼續經營呢，我們還是繼續經營。這樣的話，員工呢也不會去找下一份工作，因為現在餐飲本身不是特別好做。明白。不管說是合不合作，我希望我們大家也都是朋友。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呢，我就把這家店呢，我說那大家都不做了之後呢，那我就做吧。清算呢，我說看有多少錢，然後我還是按照股份比例要退翻給他，大概是這個樣子。我想問一樣嘢就係邊個提出唔再運作呢間餐廳？係邊個提出先㗎？David。嚇？David提出先嘅。係佢第一個提出話想唔再做落去嘅。明白。跟住你就諗辦法點樣去拯救呢間公司，咁樣係咪咁意思啊？是我們商場的押金呢是退不回來了，現在目前為止退不回來了，退不回來只能按照我們現在上面的流動資金，再加上所有的這個食材，它佔了有60%的股份。明白。然後呢，我就按照這個60%的這個錢，然後退翻給他。目前呢，我是退了有，我們簽完這個解約協議之後呢，我已經退了有一半給他了。另外有一半呢還沒有退的原因呢，是因為這個法人呢，還沒有變更。相對應的權益人變更了之後呢，對50%的這個錢就退給他了。明白。但係呢，有傳聞呢話你哋結業喎。我們沒有，我們現在呢還是在繼續經營。剛剛已經講到了，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員工啊，還有商場的這個解約呀，
我们这个都没有，就是我们想着说继续经营。我本身就是做餐饮的一个人员 OK 我做餐饮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。哦，明白。从一个服务人员开始做起来的。明白。我明白服务人员的这个精心，再加上现在工作不是特别好找，有部分的员工呢是跟我很早的时候就一起开始在工作了。明白。最长的一个员工有7、8年了。OK。那你说不干了之后呢，大家都会面临着找工作、失业，这个是我接下来这家店最主要的原因。明白。所以我们这个店呢，我们也会这个继续经营，然后也会用心的去经营，把服务、把食材，然后食材用最好的，然后服務呢拿出我們真實的、真心的一個態度，好，然後來去接待每一位顧客。我想問下，咁自從你接手咗呢間餐廳之後，咁個營業係賺定蝕啦？最近呢，因為我也沒有這個網絡的這個信息啊，香港這個部分的網絡信息我是看不到的。然後從6月1號正式開始，相當於是我們接手了。接手完了之後，講實在的，生意很慘淡。OK， 但係你唔知道原來係因為啲負面新聞所以搞到咁慘淡，你唔知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沒有看到，因為我們這裡的消費客人可能靠近羅湖，最近呢，這個香港人北上吃飯用餐的人會比較多啊。今年，其實這家店的港客，是非常多的香港客人。但是最近這段時間，講實在的，我們最近的生意特別慘，不是。我講的都是實話啊，特別不好。會唔會係少咗好多香港人嚟幫襯你啊？很多，應該得有7到8成吧。冇咗7、8成講下。OK。大概嘅情況咧就講到呢度啦，太深入嗰啲咧唔講啦。如果再講落去咧，就會變成好似八卦新聞咁樣啦。咁我只係想俾個機會咧，俾老細可以咧澄清翻某啲事情。係啦，咁等大家咧對呢件事咧係了解多啲嘅，咁應該就唔會有續集噶啦，唔會再俾呢件事咧糾纏落去噶啦，因為老細都要集中精神做好盤生意噶嘛。最後我想講一句可以嗎？好。就是這個事情呢，目前呢我才知道這個事情，其實很嚴重啊！我不希望大家呢再對這個事情有任何的這個。去講呀，去說，因為我覺得既然之前合作了，我們都是朋友啊，雖然說不合作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也希望人家這個有一個好的一個事業，然後以後有一個好的家庭，然後以後有一個好的工作，然後希望我們大家都好，然後把這個事情呢盡快的平息下來，然後不要佔用大家的這個公眾頻道和時間，然後我們現在只想努力的經營好這家餐廳，然後最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呢個老細好厚道啊！就算即係對方係做嗰啲對佢不利嘅嘢咧，佢係咯，仍然選擇可以做翻朋友，係咪咁意思啊？係。好嗱，今日節目咧就到此為止㗎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如果大家中意我頻道，希望你可以訂閱同埋撳埋通知嘅啷啷，咁先唔會錯過影片嘅更新。多謝大家。